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请咱闭目心，三角来敬拜上帝。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乌鲁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乌鲁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心到万世代。请咱来三角吟信心第31首，信诗31首。天父疼咱世间正人，守序独生圣囝，拯救赎回，显明疼痛。天父实在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伊疼，赦我一切误会罪过。天父上帝是疼，请咱起立来吟信诗31首。
用十条诫来告别咱的信仰。十条诫伫新信息的头前第11页，显着咱来读上帝十条诫第1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2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顶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永远万有的上帝撇我，万有我的，我归就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囝我收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第3代，毋通来善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来善称伊的名，耶和华必甲无掠伊做无罪。第4诫，着日按6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婢、平生，以及中间出外人，一切工拢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其中间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着孝顺你的父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有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行奸淫。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的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树，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下面咱三角来交读客应文第54。客应文54伫个信息的后壁，第1097页，第1097页，咱显着三角来交读。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伊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互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咬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互因帮助。熬灵敏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灵敏。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遇着上帝。做尽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儿女。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款人的。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愿足感谢你一礼拜看顾，互阮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你。主啊，你是至善的神，你的慈爱永远伫咧，你的信心无改变，是阮的倚靠，甲即时的帮赞。虽然阮伫世间有真侪苦难，阮阁常常犯罪来得罪你，但是阮知有你同行，阮就有仰望甲信心。求主，互阮一粒安静的心，甲你同行，伫即个混乱的世界中，无论做啥物代志，爱为心来做，是亲像做互主看，毋是做互人看一样。也求你，互阮有一粒谦卑的心，互阮看别人比家己较欠。每一日有时间来灵修，照着读经、祈祷，更加来明白你，活出你的款式。
荣耀主名。阮也为着教会兄弟一心一意三合，无分党派，为主做工。愿主的恩惠平安归伫西湖教会，愿一切的荣耀归伫主耶稣基督。阮也为着今仔日无办法来教会敬拜你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来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是主，互咱对舞台成形，请圣歌队。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第19-22节。旧约
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22节，和合本是69页到70页，汉语本是59页到60页，现在中文版是69页到70页。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囝，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看见伊是亲受的囡仔，就劝伊3月日久，后来看袂劝见，就为着伊娶罗得的伤，用石油甲热清膏伊，将囡仔下伫迄内面，落伫河边芦苇的中间。伊的大水远远徛着，爱知伊会拄着怎样。法老的查某囝落来河里要洗浴，伊遐个女婢行游伫河边，伊看见芦苇的中间有箱，就找一个女婢拿来掀开，看见囡仔，看囡仔得好，伊就命令伊讲。这就是希伯来人的囡仔。伊的大水甲法老的查某囝讲：我去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叫一个女母，甲你约即个囡仔好吗？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你通去啊！查某囝就去叫囡仔的老母。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抱即个囡仔去。甲我约伊，我要互你工钱。妇人人就抱囡仔去约伊，囡仔渐渐大，妇人人就带伊到法老的查某囝遐做伊的囝。伊甲伊号名叫摩西，讲因为我伫水里救伊出来。第11节，后来摩西已经生前，伊出去到伊的兄弟遐，看见因底担地，看见一个埃及人拍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伊的兄弟。伊看左右，看无人伫遐，就拍死埃及人，安伫山里。隔日搁出去，看见有2个希伯来人相拍，就对迄个毋对的讲：你啥事拍你的同伴？迄个人讲：是谁设立你做首领甲审判官来管阮？你想要拍死我，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吗？摩西惊，讲即个代志真正露出。法老听见即个代志，就想要杀摩西，总是摩西闪避法老，走去米甸地歇起，坐伫井边。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因来上水到满槽，互老爸的羊群啉。遐个顾羊的教赶因，摩西就起来帮赞因，互因的羊群啉。因来到老爸流人遐，伊讲：今仔日恁怎样遮紧倒来？因讲：有一个埃及人救阮脱离顾羊的人的手，搁替阮出力上水，互羊群啉。伊对伊遐的查某囝讲：迄个人伫倒落，恁啥事放伊伫遐，就请伊来食。摩西冤甲迄个人掂，伊就将伊的查某囝西波拉嫁互摩西，生一个囝。摩西甲伊号名叫结顺，因为讲我囝徛伫外邦。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通互咱的信息是：上帝知影，请牧师。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顶礼拜咱的书会有问叶牧师讲，哪会遮尔多的经节拢重复啦吼？但是实际上，当咱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理解同一段的经节，实际上咱就发现圣经真正非常的趣味。这嘛要转咱一款的态度，就是有时阵咱听到别人分享这段圣经，甲我了解无共款，你听一无共款，你就将你的耳孔砍的。结果是安怎？时间久了后，你会发现，哇，你对信仰的理解，煞停留伫30档以前、40档以前、50档以前、60档以前。因为圣经就是安尼，咱每一篇读，对着咱生活经验的改变，对着咱环境会无共款，对着咱面对的生活的挑战无共款，其实咱拢有无共款的理解。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但是永远袂改变的话，伫逐时刻拢互咱有无共款的学习。因为咱生命的成长，毋是停留的。咱每一时刻，上帝拢爱咱时刻迄成长，咱日日更新。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声，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你的疼痛，伫保守阮每一日的生活，互阮会当伫主日、三甲主日同心敬拜你。但是，阮常时也要为着遐个无办法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向主你来恳求，尤其是因为感染着新冠肺炎，伫厝内迄隔离的素琴姐，甲2个后生幼珍甲槟榔，主啊，虽然讲因必须爱伫厝内隔离至少1个月，因为真侪镜头还未恢复，需要时间来恢复，佮需要佮2礼拜的隔离。但是主啊，阮知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你看顾阮，无论阮伫倒位，你也有医治的大气力，会当带领阮对伫病痛到伫健康勇健的过程，你陪伴阮。主啊，阮常时也纪念着阮中间也有身体欠安的，也是有心灵无平安的。主啊，阮知你拢看过，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声，阮向主你恳求，恳求你的圣神带领阮，互阮心思意念拢注目伫你的话。互阮因为你的话，阮无论讲的也是啥个，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雷兄弟，创世纪第2章，规章的上重要的主题，也是会当讲规卷的是。出埃及记啦，写毋对啊！出埃及记2章，出埃及记2章，全章的主题，也是讲出埃及记规卷的主题，就是伫2章23节到25节，23节到25节安尼讲，历过侪年，埃及王死。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吐气嚎叫，因做苦工嚎叫的声，教服上帝听见。
24节，上帝听见因的嘻嘻惨，上帝就记得伊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上帝也知因的代志。落兄弟，咱啊对伫出埃及记第1章开始读，咱就渐渐会当明白，就是上帝听见伊的百姓呼求甲讨愧，上帝也关心着伊的百姓的痛苦，上帝搁较知影怎样来拯救伊的百姓，来脱离苦难。咱也是上帝的百姓，咱正做基督徒，咱不只是上帝的百姓，咱阁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所以，咱目前所面对的困难挑战，其实上帝拢知影，不只是知影，上帝知影，上帝阁知影怎样来引带咱，帮助咱来面对咱所拄着所有的挑战。所以，咱应该拢有即款的长辈，也是所谓的贵人。咱甲伊讲咱的问题了后，伊讲啥物？我知啊，敢若知影尔，无做代志，无。即个长辈也是所谓的贵人，伊就开始帮你想办法，然后咧，连讲就讲，景安啊，你来我遮，我甲你讲一寡话，然后伊就替你处理一寡代志。这叫做知影，这是真正的知影，毋是我听到了后，我讲我替你祈祷，然后连讲你甲伊佫提醒讲即项代志，伊讲哈啥物？这是咱基督徒，咱伫教会内，咱上惊会拄着的。当然，咱代志真多，有时阵咱会袂记记，但是上帝是全知全能，伊拢知，伊知，毋是干那知尔，伊知，伊佫知影怎样带领咱来面对挑战，脱离苦难。所以咱复习就是出埃及记2章第1节到第10节，有讲到一个老母极大的信心，伊的信心表现伫造有着埃及王法老安尼严重的困迫下面，伊犹原选择尽力要将即个红婴仔的性命来留落来。所以到伫最后无步啊，摩西的老母约基别就靠着信心，互上帝来带领。但是伊毋是讲互上帝带领，然后咧，我免准备，我免操心，毋是。伊将红婴仔摩西放伫路德边的箱仔，这箱仔佫做防水处理。然后放伫河内底，佫来咧，佫派伊的查某囝讲：你对去看讲，会有啥物结果？但是摩西的老母约基别就用安尼尽力尽心要保全摩西的性命。摩西后来互法老的查某囝拄啊好伫河边咧洗浴，所以咧，摩西的查某囝埃及法老的查某囝就收留摩西，然后摩西的老母约基别，佫会当成做摩西的儿母，所以会当伫摩西上细汉的时阵，持续用上帝的道理教育摩西来长大。这讲到咱家己，咱做士大人的，咱做长辈的，面对着即马多元化的时代，
即马阁是一个民主的时代，民主自由的时代，所以咱教育观也有真大的改变。现代有真侪基督徒的父母认为讲，毋免强迫囝儿来接受信仰，强迫。但是这毋是讲信仰伫囡仔长大的过程中间拢无需要，咱是爱按照信仰的道理教导咱的后一代，教育咱的时势。这绝对是咱爱持续努力的。我想咱在座咱拢已经拢有年纪啊，咱知影，咱嘛看者啊。信仰道理教育出来，咱毋是讲要求讲圣经背透透，毋是，是真正活出上帝的道理。所以约翰三书四章，当然这是讲到一个牧者看待伊所带领的信徒，但是咱也会当用字面来了解，就是咱做长辈的安怎看待咱的时势。约翰三书第4节。因为约翰三书加一章啦，约翰三书第4节，安尼讲，我听见我的囝儿照着真理来行，我会欢喜，无比即个搁较大。我会欢喜，无比即个搁较大。这不只是一个教会牧者对伫信徒的期待，其实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做人的长辈，咱也爱安尼来思考，这我捌用过这图。所以人讲教会阴盛阳衰，这可能几啊十年前就安尼啊，姊妹拢坐头前啦，兄弟妹伫后壁。好，咱转来讲到摩西。摩西伫埃及，后来成做即个法老查某囝的养子、替囝，生活到40岁。人讲40岁，30而立，40而不惑。不惑，但是嘛会犯错。所以摩西因为犯着一个错误，伊煞付出真大的代价。这就是咱大多所读到出埃及记2章11节到第15节，摩西杀死迄个埃及人的代志。当然，咱拢肯定摩西，因为对细汉0到3岁。生母养，所以伊有真强的自我认同。伊认同的是苦难的同胞，伊认同的毋是即个收留伊的埃及贵族。伊心中有救同胞脱离苦难、脱离做奴隶命运的即款的心，但是伊出对受气，将迄个欺负伊的同胞的埃及人来拍死。即桩代志看会出来，伊迄当阵所靠的是家己的拳头甲血气，并毋是真正对伫上帝的信靠，毋是真正完全照着上帝的真理来行。咱想想的伊敢有巧杀死埃及人即桩事？你若是埃及的王子，你看到恁埃及人迄欺负即个
欺负即个囝骹伫遮，就算奴隶好啊。你若是真正巧的人，你用王子的身份，甲即个埃及人讲，你甲我讲清楚，即摆发生啥物代志？吼，有足侪会当处理的，无拄拄啊杀死即个埃及人啊！你敢有想到即个问题？咱拢有社会经验，咱拢知影，摩西动机正确，行动敢有正确？无拄拄。摩西迄当阵照着伊家己的直觉、直觉。伊无想讲，即当阵我刚需要做即款代志，毋是根据上帝的时间表来行动。伊若较认者想其他的办法来处理，无拄拄规个历史就无共款，无拄拄规个历史无共款。咱对伫摩西即项代志，动机正确。心真正，但是错误的选择。这有一篇文章人生成败关键3秒钟。这个文章列出3个案例，真实的案件，就是3个看起来是人生胜利组。一个是多金年轻的企业主管。然后咧，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然后风度翩翩。有一天，伊开伊新买的变速，顶级的变速，甲一个不良少年的奥多麦逆向行驶，奥多麦擦撞。因为新车嘛，伊说生气起来，摇下车窗，甲迄个不良少年伫遐冤家。不良少年是安怎？刀摕出来，甲伊一刀吐死，一切拢无啊！不管伊翩翩少年翩翩英俊，高阶主管，家庭工作两得意，都没了。另外一个案例，20岁的大学校花，才貌双全，父母溺爱。然后功课又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有一个跟她郎才女貌、英俊、潇洒的男朋友。但是一边甲伊的男朋友冤家，一生气安怎？大楼跳落来，啥物拢无啊！佮一个上市公司，好几亿身价。上市公司大老板，人讲伊是经营专家，常常受邀请去讲企业管理奇才。有一边公司开会了后，骂伊的部下，骂伊讲你这个死猪。这个部下迄天拄啊好心情歹，就办公桌随便摕一个物件。甲伊头拱落去，一击毙命。上市公司管你几亿都没了，对伊来讲都没了。这就是讲到啥物？人拢通常是一件看做是真无重要，也是一中间。细细的错误决定，所互你一切的努力拢无去。所以，这个文章结论安怎讲？很多人一生谨慎小心，计划周延，书桌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生座右铭，食谱上列满了忌口养生的健康饮食，记事本常写满了保健长寿的秘诀重点。但常常毁在一时冲动的3秒钟，因为这3秒钟的不能忍，忍不住，忘记忍，以致前功尽弃。所以，当咱想咱家己，咱敢也是有捌安尼？
咱只是掠条讲我有好的动机，我动机正确，我有真好的动机，但是这敢真正就有够？无，咱其实更较需要的是上帝的旨意，咱需要的是上帝的旨意，毋是咱自认好的动机。真侪歹事，拢是一开始拢是好的动机。所以腓立比书2章13节安尼讲：上帝为着成全家己美好的意思，就伫恁内面做工，互恁会当立志甲行事。好的动机绝对无够，搁较需要的是上帝的旨意。当然，咱也爱知影，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主上帝，常常也会当对人的错误中间，互伊拯救的计划会当成全。所以咱伫教会历史中间，咱也常常拢会得到提醒。拢讲较远的，台南新营，咱拢知影新营啦吼。台南新营以前台南县迄个行政所在地，新营教会历史悠久。咱知影新营教会，新营区附近的长老教会，拢是对伫新营教会来生出来。总共加起来，信徒主日做礼拜嘛几若千人咧。但是这几个这所有生拖出来的囝伙，其实大部分拢是会友的冤家，冤家了后咧，带一帮人去设立。但是想想的，要经营、要带领一个几千人的教会。可能毋是安尼简单，但是上帝就透过会友冤家，煞试探做咧。当然，咱知影冤家无好，咱知影牧者带到会友冤家，哇！这牧者爱负真大的责任，这也是互牧者会真痛苦的代志。但是上帝却会当对人的错误中间，互伊拯救的计划通成全。咱搁来看出埃及记2章16节到22节有记载，杀死埃及人的即个代志，互法老知影了后。摩西就为着保全性命，逃亡来到米甸。会当讲上帝就互摩西对埃及王子，煞一时煞变做逃犯，然后只有到米甸，成做一个雇养的人。但是咱会当讲。伊对做埃及王子，这是准备要做王的。无做王，可能嘛做一个省长啦，做一个大官啦。摩西逃走去米甸，上帝予伊做另外一款的领导，对雇羊做起。咱讲的就是牧养啦，牧养。牧养真正是一个真特殊的一款领导。咱开公司做头家，你的部下，你落命令部下敢爱做，若无爱做吼，明天给你辞职；若无爱做吼，我不给你加薪。做老师的嘞，学生不听话，对不对？没关系，现在不能体罚。
学期末你就知道，学期末你就知道，给你当掉，教授给你当掉。啊，搁免讲吼，咱伫即个吼，咱伫政府机关吼做主管的，搁较实嘛吼，考绩、升迁等等等等。但是牧养就无共款啊，牧养。咱感觉顾羊敢有简单？顾羊，羊群咱若真正看迄个吼动物世界吼，即款的频道，咱就知影，羊群真歹带。羊啊，踏来踏去啦，若无人伫遐顾好哦，踏来踏去，然后乱走，然后一吓惊着，大家伫遐走来走去，佮践踏而死。顾羊真正无简单，牧养真正无简单。哦，亲像叶牧师以前伫机构较无迄种体会，咱若牧会吼，就会感觉咱听话讲有较简单。咱讲话，互人听正确，听有搁爱听正确，敢有简单？哦，所以为什么要投影片？因为吼，咱若真正去问吼，讲到了后，请每一个牧师去问会友听到啥物，有时阵都会听倒边的。哦，所以这个投影片，这是对伫内容的负责，也是一款增加沟通的一个工具。所以为什么即马咱上课投影片，重要的会议投影片，这就慎重，这叫做慎重。当然你若这个看字较无啥尼好方便，你会当用听的，但是这是讲即个沟通无遐简单，牧养真正无简单。有时阵台下顶牧者讲这，会友听到的是这。然后，若无代志就无代志，有代志哇，回袂清楚。所以，上帝互摩西到伫米甸做雇羊的人，学习另外一款的领导模式，叫做牧养。做一个雇羊的人，学习牧养，带领羊群，毋是做伊高高在上的埃及王子。然后，摩西伫旷野。带领羊群的经历，其实这也真重要。咱讲地理考察重不重要？需要啊。咱8月份要办迄个亚华礼拜，咱知影咱承办的中级，规工我咧看 map 啦，规工咧研究路线要安怎行。为什么？你知影路线，到时阵就袂乱去。知影路线会当决定上好安怎行，然后沿路有啥物景点，哇，计划一下。上帝也互摩西做即款代志，伫旷野雇羊的范围，阁是未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要到迦南地需要经过的所在。上帝互摩西伫雇羊的过程中间，做好地理考察、路线的探勘，认捌到未来需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的旷野，了解地理环境。有时阵咱会想。咱会感觉亲像摩西共款，摩西迄当阵共款。你感觉我伫一个无适，毋是我爱的位置，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你感觉讲我即款种才咧，我种才咧，哪会即马安尼？这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人。伊要追求人生的真理，所以伊听讲有一个山顶的师傅真有智慧，所以伊去山顶找即个师傅。即个师傅看到即个少年人来问讲人生的真理是啥物，
即个师傅就叫即个少年人，安尼你每一工去担水，担一担，较来问我。然后即个少年人就乖乖去担水，每一工担水。过了一冬，走来问即个师傅，啥物是人生的真理？即个师傅讲：你担水了后，你爱去测茶，做一冬，较来问我。所以即个少年人就乖乖，每一工担水测茶，搁过一冬，转来问师傅，讲啥物是人生的真理？即个师傅讲：你水嘛担。茶嘛测啊，会当煮饭啊吼。啊，所以即个少年人第三冬就每一工担水测茶，佮煮饭。过了3冬，即个少年人小可失去耐性，走来问师傅，讲我已经用3冬担水测茶，佮煮饭，安尼真理到底是啥物？即个师傅讲，你。担水测茶，煮饭了后，食饭饱，刚爱洗碗，去洗碗。即个少年人就乖乖，但是伊洗碗的过程中间愈洗，即个心内即个一巴肚火啦，伊就将碗淡嘞，伊去问师傅，讲我浪费3冬啊咧，啊到底人生的真理是啥物？即个师傅回答：担水、测茶、煮饭、洗碗，毋是真理。但是这拢是人活地的责任，责任就是人生的真理，人活地的真理。了解无？这个寓言故事，所以人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横联是什么？横联是什么？快去洗碗啦！讲遐济，食饭饱洗碗较真实啦。哦，这同款哦，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有时阵。咱会感觉咱家己伫迄个亲像，毋是上帝呼召你所徛的迄个位置，你会感觉上帝将你放伫一个好亲像是错误的位置。所以，敢有可能咱因为安尼就怨天怨地怨别人？但是出埃及记2章16节到22节提醒咱。上帝就亲像带领摩西共款，上帝予摩西伫米甸伫旷野过羊啊40冬，用安尼陪伴摩西来带伊的百姓出埃及。上帝也是共款安尼咧陪伴你我每一个人。摩西伫米甸过羊40冬，40冬想起来，这是人生中间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对伫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照着圣经旧约所写，总共经历10代，咱讲一代40冬，10代就400冬。上帝陪伴以色列百姓的拯救，陪伴400冬，然后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搁伫遐，有时阵会走，会行歪错。有时阵会走精，咱就知影，连陪伴400冬，拢是喺训练中。摩西伫米甸过羊40冬，这真正无算长。
然后上帝陪伴咱，伫咱人生某一个阶段，爱经历真大的挑战，拄着真大的困难。有时阵1冬、2冬、3冬、10冬、20冬、30冬、40冬，比起来真正无算啥物，就在伫咱用啥物心态伫活。就其实大大所讲的，哦，快去洗碗，快去洗碗，啊，吃饱饭快去洗碗，哦，至少哦，你的另外一半哦，袂受气啦，哦，快去洗碗，哦，风声雨声读书声，事事啊，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横联快去洗碗。或是快做家事。你明下这，上帝知影咱所面对的是啥物？上帝知影咱即马的处境，上帝也拢听到咱对伫伊的呼求。但是上帝搁较知影，上帝搁较知影要怎样带领伊的百姓，就是你甲我去改变即个。看起来无完全、无完美的现实环境，所以咱只有抓牢信心，佮要有耐心去等待上帝的时刻临到，并且伫迄个上帝所命令的时刻，伫迄个。上帝命令咱的迄个时间点，咱尽心尽力，咱照着伊互咱的使命，咱付出行动，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你的权能极大，你也知影一切，你知影阮的软弱，你知影阮的不足。你也知影，阮所经历过的，甲阮即马迄面对的，主啊，求主你怜悯阮，因为阮常常看袂到你指引阮的路，直到阮会失去平安，有时阵。阮过头掠着家己的血气，阮想要用家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学习到你交托互阮的话，就是阮今仔日读到你怎样带领摩西。你怎样陪伴伊，佮怎样陪伴你的救恩，临到你的百姓，你也是同款安尼来看顾阮、带领阮，也陪伴你迄个美好的旨意伫阮的中间，所以恳求上帝你用你的话时刻提醒阮。也互阮会当伫对伫头前的路无明的时阵，也是当阮心中失去平安的时阵，求主你的圣神扶持带领，佮用你的话来提醒阮、激励阮。阮求主你帮助阮谦卑，互主你来引带。阮也恳求你，常常用你的恩典来带领阮，互阮信心袂冷，互阮勇气袂失去，也互阮有持续的气力来过好每一天的日子，尽阮的本分。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应答上题的话，咱来吟圣诗第152首。圣诗152首，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伊互我为牺牲流血，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就你，我担就近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请咱起立来念。下面咱要来奉献，请余养执事甲民兵执事来施献。
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的事项，第一项，教会7月到9月事工分担表已经印好，若有需要的兄弟，请到招待处去领。第二，插花班7月初5礼拜六上午10点，伫礼拜堂上课。若已经报名的兄弟，请准时出席。第三，本年度的野外礼拜配合教会设教40周年扩大举行，伫个8月初10要前往宜兰头城 YWCA 听涛营举行。咱迄天是会早起8点半。坐游览车，咱是全部的人拢坐游览车，游览车啦，游览车拢都有40位啦，所以咱有加位，咱若有厝内的人啊，拢会使去，拢会使参加啦咱是伫遐 YWCA 敢若到迄个吃完午饭，食饭饱了，咱就要去另外的景点咱就使。坐伫个游览车顶头来困，也免讲烦恼讲会伤忝。咱迄天有准备真济的方案，若落雨，也是讲伤热，要搁要哪不同的景点，因拢有咧考虑啦所以真欢迎咱兄弟拢来招厝内的人参加啦。咱食暗饭了，咱就要转来，咱才是写讲9点半啦。咱若讲迄天的交通较顺，若无一定爱到9点半，也是讲咱吃完饭，大家吃完了能回来，一路都很畅顺，就会很快回到家，不会说一定要到9点半才会回来所以8点半啦，我想乱。所以我欢迎教会兄弟大拢来参加已经有真侪人已经向我报名，搁有纳钱啦希望大家拢会使来参加。第四就是学校的学年已经结束厝诶若有迄个毕业生，也是讲要升学的成员会使将伊的动态来甲牧师也是中一个，互咱一起来关心甲带导。咱也伫遮来真恭喜牧师的查某囝考调迄个景美女中啦第五就是最近流行性的感冒甲新冠肺炎拢真厉害，咱呼吁大家爱做好防御你若感觉身体无爽快，你着聚会时阵着爱戴喙染第六就是礼拜5的暗时7点半，咱有早间聚会，咱即边是采用迄个美洲新眼光，伫个后壁拢有迄个教材咱请兄弟踊跃来出席。第七就是若有需要牧师探访的，也是希望安排家庭礼拜的，请通知牧师，也是中止伊哩安排。第八后礼拜7月初6主日礼拜的题目经文甲启应信息金句，咱逐个来看。咱来看咱聚会的活动。聚会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主日唱歌队的练习是上午8点45。礼拜5咱有新眼光的查经是暗时7点半。礼拜6有插花班，每一个日一遍是上午10点。咱来看即边的迄个新眼光是要查《列王记下》第5章1至14节，真有一位上帝。然后我们来看那个圣公的侍奉即礼拜的交代真欢喜，看到小波姐还有所丢肉插花是江老师清洁，因为素琴这月是牧师清洁后礼拜是讲道是叶牧师，书花是民兵执事，苏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梁长老，书宪是义杰执事甲余养执事，交代是优来兄甲谢崇姐，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宴庆节。
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是出埃及记第2章第25节。上帝看过以色列人，上帝也知因的代志。请，上帝看过以色列人，上帝也知因的代志。上帝看过以色列人，上帝也知因的代志。上帝看顾以色列，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出埃及记。下面咱来互相请安。咱来吟圣诗第398首，救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今年，听咱亲像今年，请咱起立来吟。咱无论伫倒位，无论面对啥物代志，拢莫袂记记。上帝拢知，上帝知影咱的欠缺，上帝知影咱的软弱，上帝搁较知影怎样带领咱来面对这一切。所以就要有信心、有勇气，搁要有耐心，等待上帝旨意得成，也等待上帝命令咱的迄个时刻，咱付出行动，为主来跑走。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让主美款来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阿门。